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91集要分享11隻手錶俾大家嘅，咁有4隻就貴金屬啦。希望各位師兄師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呢一個頻道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多謝各位先，多謝多謝。咁第一隻要介紹呢個 Moza 啦，7日動力儲存嘅呢隻手錶，咁就41mm。少有嘅款式啊！呢一隻咧係 PT950啊，巴金嘅物料嚟嘅 BD950 巴金啊，呢隻手錶。咁個型號咧就係343.506，咁41mm啦，用咗一個煙熏嘅錶面，煙熏灰色嘅錶面，大3針嘅設計。嗱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少有嘅貴金屬。咁個殼照樣啦，左右兩邊凹咗落去嘅，佢嘅設計。咁俾個錶底大家睇下啦，日內瓦打磨都有齊噶啦。嗱，近鏡俾大家睇下，動力儲存顯示都有噶啦。咁就做咗一條鱷魚帶啦，雙面鱷魚帶比較軟熟嘅，跟住配咗一個750嘅原裝扣，原裝嘅設計就係咁噶啦，呢個原裝扣戴上手俾大家睇下。41mm 上手效果，呢個煙熏嘅錶面，嗱俾大家睇下先。咁41mm 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呢隻單錶一隻嘅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價錢72,800，72,800。咁個型號就係343.506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記得聯絡小弟。第一隻嘅手錶，第二隻要介紹呢個柏馬強尼 18K 玫瑰金嘅手錶。咁呢個玫瑰金啦，18K 嘅，咁呢隻手錶咧就配上一個原裝嘅鑽石圈嘅，原裝鑽石圈款式。嗱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，個質素都有90%新噶啦。咁呢個灰色嘅錶面啦，灰色錶面個小秒針就做咗呢個6點位嘅。一個珍珠陀，嗱俾大家睇下啦，一個珍珠陀，咁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39mm，上手效果，咁一個灰色面啦，咁配咗一條原裝，唔係做咗一條帶嘅，做咗條鱷魚帶嘅，一條鱷魚帶啦，原裝扣，一個原裝扣。近鏡俾大家睇多次嘅質素先，成隻手錶都原裝噶啦，呢個珍珠陀啦，非常抵玩啊！呢一隻手錶，單錶一隻57,800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單錶一隻57,800，市場平均都要64,000至67,000左右噶啦，大家可以做下功課。近鏡俾大家睇下先，個型號就係上面嗰個啦，10600300。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咁再介紹呢隻18K 黃金嘅手錶 VC 型號87172。咁呢隻手錶就38mm 嘅 18K 嘅黃金啦，一個銀灰色嘅錶面，配上黃金嘅字條啦，黃金色嘅字條。咁個小秒針咧就做咗呢個嘅9點位嘅。呢隻手錶咧就自動嘅，嗱22K 嘅金陀，呢隻手錶自動嘅呢隻手錶，咁就有一條手工帶啦，做咗一條皮帶，再有一個原裝扣，38mm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效果38mm，咁手錶都有90%新噶啦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，睇睇個殼。咁有配件嘅呢隻手錶，2012年啦，嗱 passport 都有嘅，係個盒爛咗啫，所以其他配件都有噶啦。有 passport 2012年嘅，睇埋個價錢啦，77,800蚊，77,800蚊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，記得聯絡小弟。型號87172，大家可以上網做下功課嘅。第二
係啦，大家留意下呢隻手錶。跟住再介紹呢個 Bulgari 啊，型號咧就係 DG42啊，18K 嘅黃金嘅手錶，俾大家睇下先。42mm 嘅呢隻手錶，咁用咗一個格仔紋嘅錶面啦，配上小盤圈嘅一條原裝帶，咁呢啲位都係金嚟嘅，一個原裝帶啦，原裝扣。咁上邊呢個圈咧就係膠嚟嘅，塑膠嘅黑色圈。一個鈦嘅底蓋，咁中間呢個位咧全部都係金嚟噶啦，個金都做到好厚嘅。咁成隻手錶咧都總重153克啊，4.1兩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42，上手效果全套齊全嘅。咁呢隻手錶。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夠晒重量呢隻手錶，價錢71,500蚊，71,500蚊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。跟住再介紹一隻雕陀型號 M12550啊，38mm 嘅呢隻手錶。咁一個放射藍色嘅錶面，放射藍色嘅錶面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放射藍嘅錶面啦，一條實淨鋼帶，實淨嘅鋼帶，非常實淨嘅條帶。手錶都有9成新嘅，大家可以睇一個殼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38mm 嘅上手效果，日常佩戴非常合適啊！嗱，錶帶仲好長嘅。全套齊全㗎，2019年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，啲塵啫，抹咗冇㗎啦。上手效果，俾大家睇埋啲配件先。有個盒嘅，盒就唔拎出嚟啦。嗱，咁全部配件都有㗎啦。最緊要留意埋個價錢，6,500蚊，6,500蚊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記得聯絡小弟。全套齊全嘅，38mm。低陀藍色嘅放射面，跟住再介紹都係雕陀個型號79540啊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咁41mm 嘅呢隻手錶，一個黑色嘅錶面啦，全部都有夜光嘅黑色錶面，配上夜光嘅一樣虎頭針。咁呢隻手錶41mm，一條實淨嘅鋼帶，一條實淨嘅鋼帶啦。香港行貨啊！呢隻手錶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41mm 上手效果，睇埋嗰個長度啦，仲有2格士啤格嘅，所以一定夠大㗎啦。各位師兄都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一樣有盒嘅，配件有齊嘅，香港行貨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，睇埋價錢，13,000蚊，13,000蚊，個型號79540。跟住再介紹8年齡啊，型號 A13356，呢隻手錶咧就44mm 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一個灰色嘅錶面啦，配上羅馬字嘅羅馬字條。一個可轉嘅外圈，跟住呢3個掣咧，全部都有鎖把嘅，要擰鬆咗先可以撳到嘅鎖把龍頭嚟嘅。44mm，一條實淨原裝帶啦，原裝帶實淨嘅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其實44係最好嘅 size，因為39我自己覺得太細啦。不過我都有幾隻39嘅，如果啲師兄真係中意細錶都可以聯絡我嘅。不過我覺得44係最好嘅 size，39就真係有時會細咗啲。嗱，錶帶仲有咁多長度嘅。上手效果，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呢隻手錶。睇埋個價錢，13,500蚊，單錶一隻，13,500蚊，
個型號 A13356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記得聯絡小弟。跟住再介紹一隻勞力士啦 ，OP 啊34mm 嘅，呢隻手錶咧就紫色嘅錶面，俾大家睇下啦，一個紫色嘅放射面，跟條原裝帶啦，成隻手錶都有90新噶啦，大家可以睇下手錶嘅狀態。咁有內影嘅，呢隻亂碼嚟嘅，亂碼字頭嘅，上手效果34mm。咁錶帶咧11格，咁仲有1格嘅士啤格數嘅，一般師兄都合適噶啦。上手效果，睇埋個價錢啦。單錶一隻35,800，單錶一隻，咁型號114200，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嘅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咁再介紹 IWC 工程師系列型號 IW324404啊，呢隻手錶43mm 嘅 GMT 嘅系列。咁所以個錶面有4支針嘅，咁有一支係兩地時間嘅針啦。43mm 俾大家睇下先，手錶都90新噶啦。呢係香港行貨，2015年，上手效果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，咁仲有一個格數嘅。都夠長㗎啦，所以咁呢度咧有個微調嘅，撳住就可以褪出褪入㗎啦，呢個位。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。咁全套齊全喎，呢個都係全套齊全嘅。香港行貨2015年，咁有卡有書仔，同埋有個盒嘅。睇埋價錢啦，25,500蚊。25,500蚊，型號324404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，記得聯絡小弟。呢單錶嗰陣時都賣緊成26,700啊，所以而家全套齊全都係呢個價錢，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。跟住再介紹 IWC 啊，型號377704啊，呢隻手錶飛行員系列，一個黑色嘅錶面，43mm 嘅呢隻手錶一樣。咁配上呢個3個盤啦，一條原裝帶，原裝實淨嘅鋼帶。咁呢個一樣係有微調嘅，撳落去就可以校到長短噶啦。手錶都有90新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43mm 上手效果，咁錶帶夠長噶啦，差唔多大部分嘅星都夠長噶啦。咁呢一隻咧就價錢單錶咧都係22,200啫，單錶22,200，所以非常抵玩啊！你買嗰啲皮帶款式都可能要2萬蚊左右，咁梗係買條鋼帶啦，實在好多有條鋼帶。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手錶都有90新噶啦，22,000單錶一隻。咁再介紹雕陀啦，細花79220啊，41mm 嘅一個紅色外圈啦，一樣有夜光嘅一個黑色錶面，咁入邊咧就用咗一個細花嘅設計啦。咁呢就香港行貨全套齊全嘅，錶帶都有90新噶啦，成隻手錶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效果。錶帶都夠長噶啦。價錢16,500啫，16,500，皮帶款式嗰啲都可能要做緊140幾嘅，所以買鋼帶真係抵玩好多嘅，都係165。咁全套齊全嘅，有盒嘅，因為上一次咧有幾位師兄話冇咗個盒，好似唔係太理想咁樣。啱啱咁個盒咧就寄翻嚟啦，有盒嘅，價錢16,500啊！睇下邊位師兄有興趣啦，咁樣日常佩戴一流啊！
咁有興趣記得聯絡小弟。咁希望呢11隻手錶各位師兄師姐都有興趣啦，價錢又比較實在啊，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嘅。歡迎實體店交收或者地點大家相就，記得打個電話6206428，如果有興趣嘅。多謝各位先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